再来看新竹县体育馆的厝顶哦，当个装太阳能板，也毋过所有人看到工人拢无绑安全绳啊，就伫厝顶行来行去，实在是真危险哦。县政府嘛已经认定厂商违规，要求爱停工，嘛要处罚。工人行伫八楼馆的厝顶施工，手头阁摕着太阳能板，详细看身躯顶疑似无绑任何安全绳啊，看起来实在足危险。这是新竹县体育馆最近当咧进行太阳能工事，影片流出来了后，施工人员赶紧出面澄清，讲是民众误解。我们拿东西哈，有时候这个太阳能板哦，单手，因为当然重量不会很重啦，可是这边新竹的风还是有，所以要两手搬着，然后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就是挂在那个我们那个安全绳的上面。那如果说我把绳子放在铺好的太阳能板上面，它就看得到了。不过，新竹县府知影了后，有去了解，确认当时工人无绑安全绳啊，在咧施工，已经要求停工，嘛依法对厂商进行裁罚。县府正在进行体育馆屋顶的太阳能光电工程，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厂商立即停工。后续我们也会依照契约，将施工厂商依照劳基法移送相关单位进行裁罚。根据规定，伫2公尺悬以上的所在作业，为着施工人员的安全，拢应该要做好安全保护，还有安全网啊，也是安全绳啊等措施。若无，就是违反治安法相关规定，会互人处罚。新竹县府呼吁施工单位，千万唔通为着一时方便就疏忽去，请雇主一定要落实职业安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